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今日好多人咧叫高 B 哥啦，講下莫迪呢單嘢嚇，咁已經收咗2-3個 email，咁啊你哋各自有咧唔同嘅睇法，咁啊再加埋咧好多媒體咧就帶咗大家個風向，我咧就覺得咧我唔係好明點解大家睇唔明成單嘢啊嚇，成單嘢咧首先試完咧就因為咧莫迪啊呢個印度嘅莫迪咧同呢個歐盟咧居然咧傾咗20幾年嘅嗰個自由貿易協議咧，就喺上個禮拜咧終於咧簽咗落嚟，喂！咁即係點啊？咁即係話阿莫迪印度啊起呢個咧美國嘅尾注啦。喂，我而家話到明咩啊？我而家又同中國 friend 翻，跟住我又同歐洲簽埋咧呢個即係貿易協議。咁我睇下你美國點搞？喂，特朗普仲心唔驚啊？即刻嗱諗啊，揾翻佢個 friend 啊莫迪吹下水傾下偈先啦。咁但係喂點搞啊？大家冇下台階喎，咁啊〜梗係特朗普就出埋啲鬼主意啦！嗱，我減俾你都得，咁咧跟住咧你又俾我咧做長氣，咁咧就話咧首先就唔同俄羅斯再買油啦，咁因為我試完咧就打多你25%嘅關稅咧，就因為你同俄羅斯買油啊嘛，唔同佢買，咁我掹咗嗰個出嚟啦，咁由25就跌翻落去18，咁啊點解要咁樣做咧？因為咧你咧就同我買油。咁我咪有道理，我咪有條即係嗰個原因或者理由啊，佢可以講話我減俾你咯，你以後咧就靠近我呢邊，就唔再靠近俄羅斯嗰邊啦，係咪？嗱，因為咧，其實大家要明白啊，喺特朗普個 level 去睇事情咧，而家咧就只係剩翻中美俄三國㗎，拉唔到中國過嚟，拉唔到咧即係拉到，即係令到佢趴低啊，跌低嗰個拉到啊，拉唔到中國嘅話咧，咁唯有咧就要 friend俄羅斯係咪？暫時個格局都係咁樣嘅狀況。咁而家你唔同俄羅斯 friend 同我 friend 喎，咁我咪可以減翻啲關稅俾你咯。喂，不過都唔夠啊嚇。嗱咁我叫你咧嚟我美國投資，即係好似喺日本啊、韓國嗰啲咁咧，就即係問問地㗎啦。坦白講，咁啊不如咁啦，你同我買嘢啦，係咪？等我做多啲生意啦。咁啊喂，我出街同大家講話，你同我未來買好多嘢咁啊。OK，咁啊嗱。冇時限嘅，亦都咧冇講過咧就買啲咩嘅，咁啊總之咧我求其噏啲嘢出嚟啦，係咪？咁你有我噏啦，咁你到時你自己喺你個聲明嗰度唔使噏咪得咯，咁啊各自咧就喺度各自講啲嘢，咁啊你啊係討好翻你嗰啲選民，我又討好翻我啲選民，咁咪搞掂咯。嗱，我嘅睇法就係咁簡單，成件事就係咁樣嚟嘅，根本咧精心策劃嘅。咁啊，你就聽翻咧呢個嘅文章，或者其實我睇一大扎㗎嚇。咁我喺呢個文章裏邊會插入其他文章嘅資訊喺裏邊嘅。咁啊講咩嘢啦？嗱，當地時間2月2號啊，呢個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咧喺佢嗰個真實社交平台嗰度咧就發咗個文，就話宣布啊同呢個印度嘅總理莫迪咧通咗話，並且達成咧呢個咧貿易協議㗎。即係坦白講啊，我而家覺得咧，阿特朗普咧真係好兒戲。如果咧真係呢要傾到呢啲咁嘅貿易協議啊，又減呢樣減嗰樣，真係唔係雙方個團隊大家交流溝通，邊樣嘢喐得，邊樣嘢唔喐得，就淨係阿莫迪同埋阿特朗普兩個通電話就可以決定邊度要點做咩？係咪講到咁兒戲啊？係咪先？我覺得即係咧太過兒戲啦。嗱，不過無論如何佢咁講，我哋咁聽啦嚇，又或者佢唔係嘅，佢兩個團隊坐埋一齊喺度講咧，咁啊，所以佢就冇交代清楚，就話佢同阿莫迪溝通，佢同阿莫迪通電話，實際上就兩個團隊坐定喺度㗎，係咪？咁但係兩個團隊坐定喺度，係咪之前都有交流過啊？邊啲嘢喐得，邊啲嘢唔喐得先啊？咁啊？今次啊睇嚟唔似咯 ，OK 嗱，所以咧特朗普自己個聲明咧就咁樣噶，充滿一種咧標誌性嘅誇耀風格，就話莫迪啊係佢最偉大嘅朋友之一，並且咧列舉出咧嗰個協議嘅內容噶，咁啊個協議嘅核心咧就係個關稅同埋能源嗰個嘅互換噶。首先咧就係美國咧將加徵俾呢個咧印度嘅對等關稅咧就係25%，嗱剩翻另外嗰25係懲罰性嚟㗎嚇，對等關稅嗰部分係25，OK 就話降到咧18%㗎，咁啊之前疊加上去嘅其他嘅關稅咧，其實咧印度咧最高咧係面臨50%嘅關稅㗎。
不過呢度我要加入啲新嘅資訊俾你，但係因為咧今日咧大家都冇講呢樣嘢，就係咧第一樣嘢，其實咧美國對印度打嘅25% 嘅關稅又好，50% 嘅關稅又好咧，其實咧都係啲無厘拉更唔重要嘅嘢嚟㗎。至於最重要嗰兩樣嘢，一個咧就係電子或者叫半導體嘅產品啊，電子嘅。咁啊點解咧 ？iPhone 喺印度做啊嘛。係咪？你叫人哋喺 Tim Cook 拉咗，唔好再擺晒喺中國做，咁啊拉咗去印度做，跟住你額外就打咗20幾個% 嘅關稅，咁點搞啊？即係又貴咗啦，又係我哋美國人食嘅啫。好啦，咁另外第二樣就係咩咧？就係咧嗰啲叫做仿製藥。咁呢個咧係美國咁耐以嚟咧係隻眼開隻眼閉嘅。咁而咧美國咧大部分嘅基層啊，甚至乎一中產嘅人士咧，都係食嗰啲仿製藥㗎。咁啊〜跟住呢啲仿製藥咧，大部分都係印度做，不過原材料係中國㗎嚇。印度都係從中國攞原材料㗎，跟住喺印度做加工，繼而咧就輸出過去美國。咁但係連呢啲唔係正統嘅藥喺呢個就嗱，佢唔係假㗎嚇，大家搞清楚，啲仿製藥唔係假㗎。尤其是咧有一部分咧係點樣咧？即係譬如假設咁講啊，大家都識嘅呢個叫做 Paracetamol， 即係 Panadol 啊。即係叫必理痛係咪？咁佢一出嘅時候咧，佢係有嗰個專利喺度啊嘛。譬如假設佢係15年又好，25年又好，50年又好啦。總之佢過咗嗰個專利權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咧做一啲仿製藥，同佢嗰個成分咧係相類似，但係就唔係 exactly 一模一樣噶。譬如好多外國人佢唔食 Panadol 㗎，佢食 Tylenol 㗎。係嘛？佢哋食其他㗎，佢哋都有食嘅。咁啊，有一啲好得意嘅喎。呢個即係食 Panadol 得，嗰個食 Tylenol 得，嗰個又食第二隻咩 Paracetamol 又得。咁啊，每一個人都唔食，可能唔同嘅牌子嘅唔同嘅藥先得嘅。咁因為佢裏邊咧個成分咧唔係完整整一模一樣。咁但係你可以叫啲叫仿製藥嘅，因為佢已經過咗嗰個嘅專利權，跟住咧先至再做嘅，咁就唔係淨係做假藥啊。咁但係有冇人做假藥咧？我相信呢個世界有嘅。OK，咁但係我今日唔係針對嗰樣嘢講。總之無論如何咧，嗰兩樣嘢咧，其實咧美國咧從頭到尾都冇打印度關稅嘅，因為呢啲係佢哋自己個需要嚟嘅，佢就冇打關稅。但係呢啲先係最多嘅貿易嚟㗎，包括咗 iPhone 啦，包括咗頭先嘅仿製藥都係一樣㗎。咁好咯，咁啊頭先講咗啦，咁啊佢啲商品有啲就打25%，咁而家就減到18%啦。咁啊嗰25%咧就總之你唔同俄羅斯買，咁我咪抽走咯。咁而家佢就自己講啦，嗱作為交換啊，印度同意啊，佢話停止購買呢個俄羅斯嘅石油，咁啊轉移咧向美國又或者同埋可能喺委內瑞拉嗰度購買㗎。OK， 嗱呢個就係特朗普嘅講法啦。好啦，嗱更加引人注目嘅係咩呢？就係特朗普啊聲稱就話咧，莫迪係承諾啊將會採購咧呢個價值超過5000億美元嘅美國嘅產品啦，裏邊概含咧係能源啦、技術啦、呢個咧農產品啦、煤炭等等噶。嗱並且咧顯著咁提高咧購買美國貨嗰個水平嘅。嗱，跟住之後咧，莫迪咧亦都喺佢個社交平台上邊咧做出咗個回應㗎。嗱，佢好熱情咁樣嘅就寫住：哎呀，好高興啊，同我個朋友啊特朗普總統咧交談咗啊。令人咧欣喜嘅係咩咧？就係印度製造嘅產品，佢嘅關稅咧已經由咧25%降到去18%啦。我代表咧14億嘅印度人民啊，對特朗普總統呢一個美妙嘅宣佈表示咧衷心嘅感謝㗎。嗱，嗰個 QK 位或者幺蛾子或者裏邊咧有啲咩嘅即係暗示陰謀喺裏邊咧，就係喺佢呢個回應裏邊，佢從頭到尾都冇講過唔買俄羅斯油，佢從頭到尾都冇講過5000億嘅採購。OK， 佢係冇講過㗎。咁大家聽咗頭先特朗普嘅講法，同埋而家莫迪嘅講法，你就見到佢根本就各說各話，根本就各自去忽悠翻佢哋自己嘅國民嘅啫，係咪？佢國民淨係需要聽，淨係話25減到18。咁講真，莫迪一定有壓力嘅。其他嗰啲嘅中小企啊，或者其他嘅大型嘅集團都好啦。咁你由嗰個關稅踢到咁高嘅時候點搞啫？咁啊，甚至乎有啲話喂，唔係喎，之前嗰個印度嘅關稅2-3%嘅啫，加到18都加成5-6倍啊，係咪先？
咁啊嗱，成個形勢係唔同咗噶啦，係冇辦法噶啦。咁但係呢，係咪真係佢哋頭先講，又話應承佢唔再同俄羅斯買油啦，又話應承佢同美國買油啦，跟住咧又話咧買5000億嘢啦，全部咧都冇喺莫迪嗰個咧嘅聲明嗰度咧講到出嚟噶。好啦，但係啊細心嘅觀察家咧就立即發現啦，莫迪嘅感謝帖隻字未提過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噶。嗱，呢場嘅交易嘅背景咧係美國啊對呢個咧印度施加咧近咗半年嚟啊一個高壓嘅關稅。2025年8月份咧，美國以印度繼續啊購買呢個俄羅斯石油為由，獨立咁樣將佢咧抽咗出嚟咧，要咧對印度嘅商品咧加徵25% 嘅懲罰性關稅噶。咁點解講獨立呢？因為咧中國都有買，中國佢係冇受到25% 嘅額外關稅懲罰噶。土耳其都有買，土耳其咧依然咧都係冇咧額外去即係收嗰個懲罰性嘅關稅噶。甚至乎咧，其實歐洲咧佢哋都仲有買緊噶。佢哋咪又講到話要去到2027年、2029年將個目標就話完全唔買俄羅斯油啊嘛，係咪？咁由29就褪到27啦。但係咧而家唔知做到做唔到啦。無論如何啊，有呢個美國傀儡馮德萊恩喺度啊，梗係推動呢啲嘢㗎啦。不過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到今日為止，歐洲都仲係喺度買緊俄羅斯嘅油咯。咁點解佢哋冇懲罰性關稅，就獨淨係得阿莫迪，即係淨係得印度有嘅咧？嗬，好啦，咁總之咧就話額外咧就要打佢25% 嘅懲罰性關稅，同埋咧佢本來就已經有嘅25% 嘅所謂叫對等關稅啊，一齊疊加上去噶，導致到咧部分印度嘅商品係面臨高達50% 嘅稅率㗎。而呢個高關稅對於印度嘅勞動密集型嘅產業咧係造成沉重嘅打擊㗎，包括咗咧皮革啦、化工啦、手工藝品等等啦，呢啲行業嘅訂單咧係被大量咁取消㗎，預計咧導致到咧係大量嘅工人咧係失業嘅。咁啊好啦，咁啊因為咁樣咧，將嗰個關稅由呢個咧叫做25% 降到去18% 嘅話咧，對印度嘅出口商嚟講咧，可以講咧係重大利好㗎。而印度舊年咧對呢個美國嗰個出口咧，大約係870億。咁我唔知點解會突然間去到咁高啊！我喺第度睇翻嚟咧就係400幾億。咁而家呢度咧又話咧去到成870億咁高。咁不過唔緊要嘅，因為呢個係出口嚟嘅，進口嗰度咧就先得400幾億。咁呢個咧就兩邊咧唔知係咪咧大家對調咗啊？印度咧出口去到美國870億，咁佔佢個出口嘅總額咧係20% 㗎。咁好啦。作為回報印度咧作出嗰個價碼，哇，真係極為咁高昂喎。第一就講到話咧個能源轉向，就話承諾咧停止咧係購買俄羅斯嘅石油，轉而咧係同呢個美國同埋委內瑞拉嚟到去購買㗎。咁究竟美國俾咩價佢咧？市場價定係歐洲價咧？嗱，歐洲好似係額外加上去，因為歐洲係無路可退㗎，咁唯有額外加上去。第二個咧就係咧巨額嘅採購，頭先講咗啦，係承諾咧採購咧超過5000億美元嘅美國產品㗎。而第三個咧係市場嘅開放，係仲有呢個同意降低對於美國商品嘅關稅同埋咧非關稅壁壘目標咧係降到去0為止，但係美國咧就要額外打開25%，而家變18啫。但係印度就要無啦厘頭開放出嚟咧，就俾佢變咗0。喂！你聽唔聽得明？即係各自各說各話，簡直係離晒譜嘅。呢啲價碼咧係令人哋生疑㗎。印度舊年從美國咧進口嘅額度咧係大約係400億美元。OK， 買400億美元嘅貨。如果咧5000億咧買成10幾年㗎，係咪？而家擴大嘅規模10倍，而且缺乏咧具體嘅時間表同埋執行嘅細節㗎。咁有印度嘅智庫創始人咧係直言㗎。佢話考慮到印度過去嘅貿易談判記錄咧，將對呢個咧將所有嘅一個叫做關稅降到去0呢種講法咧，係極度唔可能㗎。OK， 咁唔好講話買唔買5000億嘅嘢，佢話將嗰個關稅降到0係極度唔可能，係因為印度人嘅文化同埋佢哋嘅品性不嬲都唔會做呢啲動作嘅。OK， 所以咧呢啲係十居其九係特朗普自己吹嘅啫。
另外，俄羅斯嘅油係咪真係能夠斷呢？嗱，協議之中咧最受質疑嘅咧，亦都係最具地緣政治衝擊嘅部分咧，就係印度咧停止購買呢個俄羅斯石油嘅承諾。嗱，呢個咧好多咧其他媒體報咗出嚟咧，就話咧，即係講到就話，因為呢樣嘢咧影響咗成個地緣政治嗰個影響力啊嚇。咁我就好懷疑嘅。特朗普而家想做緊嘅係咩呢？就係講到咧，好似咧全世界石油嘅命脈咧，就由佢去揸住咁樣。但係佢就知道咧，非常之咁清楚。如果真係咧成個 OPEC 咧要靠向佢咧，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不過佢係向緊呢個方向做緊㗎。無論如何，俄羅斯嘅石油咧，對於印度嚟講啊，係遠非咧係普通嘅商品嚟㗎。嗱，第一係佢嘅經濟命脈，因為印度咧係全球第3大石油消費國嚟㗎。而俄羅斯咧係佢其中一個最重要，亦都係最廉價嘅供應商嚟嘅噃。咁啊喺呢個2022年啊，俄烏衝突之後咧，印度就成為咗咧俄羅斯海運原油嘅一個最大嘅買家，而俄油啊佔佢進口總量咧係去到成1/3咁多㗎。另外啦，嗰個價格優勢嚇，咁啊。呢個俄羅斯嘅石油咧，通常咧會比國際市場嘅油價每一桶咧低大約係16美元嚇。咁呢個對於控制咧通脹啦，仲有支撐住佢哋嘅經濟嘅增長咧嘅印度係至關重要㗎。好啦，咁啊基礎設施嘅匹配，咁啊因為咧印度嘅煉油廠咧係不嬲都係處理緊啦俄羅斯嘅重質含硫原油嘅，係為咗呢樣嘢而設計嘅。嗱，另外啦，對於印度嚟講啊，呢份嘅協議咧，嗰個現實阻力咧，亦都係巨大噶。首先啊，煉油業啊，即係製煉啊 （refinery） 煉油業咧，需要咧過渡期。行內人士咧就咁講噶，佢話印度嘅煉油商係需要咧逐步咁樣去收尾期，嚟到咧完成咧而家咧仲有現有嘅一啲合同。而且啊，佢哋咧已經係預訂咗咧未來2個月嘅油咧去裝船。咁啊，3月份抵達嘅俄羅斯原油咧，亦都係咁樣噶，即係所以咧2月、3月嘅油咧，都同俄羅斯訂咗噶啦。咁呢啲都係講出嚟嘅啫，因為咧咁既然訂咗，咁咪可能4月份先開始嗰邊訂咯。咁又或者我唔得啊，你要取消3月份嗰個，咁呢個咧仲有得磋商下嘅。嗱，其次就係咩咧？就係替代來源嘅挑戰啦。嗱，用美國又或者委內瑞拉石油嚟到完全替代呢個俄羅斯嘅石油咧，係需要大量嘅投資同埋時間㗎。而委內瑞拉咧，目前佢哋嘅石油產量啊，甚至乎咧係低於咧呢個咧印度從呢個俄羅斯去購買個量嘅喎。咁啊，呢個講法有少少唔同㗎，因為有啲其他地方講咧就話委內瑞拉嗰啲咧係重質油，咁啊同俄羅斯呢個咧咩烏蘇拉嘅油啊，係咪差唔多咁嘅名啦？咁咧就即係好近嘅，咁所以佢就話得。嗱，呢度就話唔得，咁啊大家記得啦。咁我啦唯有就話俾大家聽。報道咧係有唔同角度，係有唔同嘅資訊翻嚟嚇。好咯，咁啊最後咧可能咧存在嘅暗箱操作就係咩咧？有分析師咧就指出，就話即使係達成協議都好啦，印度咧仍然可能咧好似過去一樣咁咧係違規咁樣去操作，繼續咧規避嗰個嘅制裁㗎。即係咩咧？即係通過一啲影子嘅船隊咧，繼續去購買呢個俄羅斯嘅石油。好啦，而事實上啊，印度咧似乎咧已經係為轉向做好咗準備啦，或者一早有做準備。嗱，貿易嘅呢個咧數據顯示啊，印度已經係咧喺呢個放緩俄羅斯嘅油嗰度咧，就一路做緊採購咧，就係咧都係慢慢減噶啦。咁就唔係話一下子咧斬咗，因為點解咧？從舊年嘅12月份啊，12月份開始啊，嗰個進口量咧係已經降到去2年嘅新低㗎啦。而同時咧增加咗咧從中東啦同埋咧非洲咧嘅入口㗎，咁即係一路有鋪排㗎咯喎，係咪？咁啊，另外啦，印度石油部長近期咧都係話印度正係喺度咧推進緊咧原油進口嘅多元嗰個來源多元化㗎。咁啊。呢個地緣政治啊，亦都咧俾呢件事咧係有影響㗎嚇。咁啊，呢一筆嘅交易咧，遠遠咧不止係一個所謂叫雙邊嘅貿易調整，而係一連串全球事件之中咧落下嚟嘅一個咧關鍵嘅一個棋嚟㗎。咁啊，就喺幾日之前啫嘛，印度剛啱先同呢個歐盟簽署咗一項咧，已經係傾咗20幾年嘅自由貿易協定㗎啦。咁啊，歐盟咧喺汽車酒類等等呢啲方面咧，獲得到印度市場嘅優惠准入㗎。
嗱，美國嘅貿易代表啊，亦都咧隨即係表示，就認為啊，印度咧喺嗰個嘅協議，即係同呢個歐洲講嘅協議裏邊咧，係佔咗咧更加有利嘅位置㗎。分析認為咧，呢個係俾到美國咧帶嚟咧極大嘅壓力，促使到咧佢加速同印度咧達成協議，以免咧本國嘅企業咧係處於一個咧競爭嘅劣勢㗎。嗱，呢個咧正正就係高標哥嘅判斷啊，就係咧。喂，你再俾人搶市場，人哋佔咗先機嘅話，你就冇啦。因為有陣時做生意就係咁啊，做開嗰啲生意咧，有陣時又 OK 嘅，佢就唔想轉唔想搏。咁啊，市場咧就慢慢俾其他人咧就蠶食。咁啊，美國啲即係商家就梗係走去嘈啊特朗普啦。喂，嘭嘭聲啦，嗰個係14億人口嘅市場嚟㗎。如果我哋打開到嗰度啊，不得之了啊，係咪？嗱好啦，喂，從更加廣嘅一個咧視角嚟睇啊，呢個咧係特朗普啊。佢嘅政府咧重塑呢個全球貿易關係嘅又一環嚟嘅，通過咧將關稅同埋地緣政治，比如話購買俄油咁樣，直接將佢捆綁咗佢。嗱，美國啊，正係用關稅作為一個槓桿，強行咁咧調整咧佢嘅盟友同埋伙伴，佢哋嘅能源供應鏈同埋貿易嘅流向㗎。好啦，對於咧印度啊，今次呢個協議咧，亦都係同最新嗰個國家戰略咧係高度吻合㗎。喺2月1號咧，佢哋剛剛公布咗咧2026-2027年財年嘅預算案之中咧，印度政府啊將呢個國際貿易同埋出口咧係置於咧增長戰略嘅一個核心㗎。並且啊係大幅咁樣提高咧基建嘅支出添。旨在咧係打造一個咧有競爭力嘅製造業同埋咧呢個咧全球嘅供應鏈㗎。嗱，呢筆嘅交易啊，為印度咧係解除咗最重要嘅美國市場准入障礙，為佢哋印度製造呢個 label 咧呢個 IP 咧，同埋一個全球嘅一個咧擴張嘅野心咧鋪平咗道路㗎。暫時咧仲未落到地嘅協議咧，就係睇嚟咧兩個喺度噏嚟噏下先啊。儘管咧兩國嘅領導人咧，佢哋嘅社交媒體喺度咧宣告咧，好似咧聲勢浩大咁。但係呢份協議咧，其實咧係籠罩住咧喺呢個迷霧之中嘅。最緊要就係咩咧？就係咧關鍵嘅細節咧係欠奉㗎。一咧就係咧白宮咧根本就冇發布到咧實施關稅調整嘅法律通知。第二啊就係印度啦，究竟幾時同埋用邊一種嘅速度嚟到停止咧購買俄油啦？俄羅斯石油啊根本咧係冇時間表可言㗎。唔係冇時間表，淨冇應過你啊，係嘛？阿莫迪根本冇應過你。第三就係咧價值5000億美元嘅採購承諾，具體係包含邊啲嘅所謂產品啊、服務啊，又喺幾多年之內要完成呢一 part 咧係完全空白㗎。咁更加根本冇可能，人哋一年先賣緊400億嘅嘢，你而家要人哋5000億，咁咪分10幾年咯，咁咪啱啱好滿足咗你。我覺得係。斬開10年咯，每年500億咯，係嘛？我覺得佢係會咁樣啦。如果真係有呢個嘅協議喺度嘅話，好啦，咁第四個就係咧，印度咧將關稅同埋非關稅壁壘咧降到0呢個路線圖咧，可以話係模糊不清，甚至乎咧喺印度裏邊咧係大家覺得咧係冇可能嘅一件事嚟㗎。好啦，而嚟自全球資本同埋大宗商品市場嘅反應咧就最為真實啦。按照嗰個協議啊，印度咧停止採購呢個俄羅斯嘅石油，並且大幅咁樣增加咧美國嘅石油嘅採購㗎。呢個咧勢必會咧係提振美國股票能源板塊啦，同埋咧國際油價㗎嘛。但係喺呢個美國東部時間2月2號嘅當日咧，美股嘅能源類型嘅 ETF 咧唔單止冇升，仲反而係微跌㗎。相關嘅石油企業佢哋嘅股價亦都係毫無波瀾㗎噃。成交量同埋成交額咧，亦都冇任何嘅異樣喎，完全咧就冇體現出咧呢個市場對於咧美國石油出口增加呢個嘅預期㗎。咁唔通石油商個個都知特朗普喺度廢話，喺度廢噏？好啦，國際油價咧同樣係波瀾不驚㗎。布倫特原油同埋咧西德州嘅中質油咧漲幅咧都唔足有即係都未去到咧有0.3%，OK， 0.3% 啦，咁即係呢啲係即係咩啊？係咁噶啦，正常每日都有升升跌跌嘅嗰個波幅嚟啦，0.3%。交易員同埋咧投資者咧用腳嚟到投票，直接表明咗對呢份協議嘅不信任㗎。
畢竟啊，市場先係可睇得咧最真切嘅。嗱，印度啊，多年嚟咧早已經咧係形成一種成熟嘅能源採購體系㗎啦，更加係咧深明咧繞開呢個制裁嘅門道係點㗎。咁啊，呢個咧係令到咧印度喺呢個美俄之間左右逢源㗎噃。而市場啊，又點會因為特朗普一句説話就相信印度真係會放棄啊俄羅斯嘅油嗰個優惠先得㗎？而最具警示嘅意味係咩呢？就係特朗普聲明啊，佢裏邊咧留咗一個後門喺度㗎。咁啊，就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嘅官員咧對媒體透露，佢話如果印度咧恢復啊採購翻呢個咧俄羅斯石油嘅話，總統咧隨時可以咧重新加徵佢嘅關稅咁話。呢個意味住啊，成筆嘅交易係建立喺一個咧脆弱嘅信任同埋咧持續嘅一個壓力之上㗎。呢個所謂叫做特朗普嘅交易的藝術咧，仲會喺度持續咁上演㗎。嗱，莫迪啊，佢嘅感謝同埋特朗普嘅宣告，合力咁將美國同埋印度嘅關係咧推上咗另一個新嘅台階。嗱，裏邊咧充滿咧係一個交易色彩嘅一個平台嚟㗎。而印度人啊獲得佢哋急需要嘅市場准入，美國咧就喺呢個地緣政治上面得分㗎。協議咧雖然咧達成，但係啊真正嘅考驗咧先係剛剛開始。嗱，印度嘅煉油廠係咪能夠成功咁樣轉向呢？而$5000億嘅一個咧採購承諾啊，係咪又會淪為咧呢個空洞嘅數字啦？嗱，一條嘅貼文就可以咧變成咧宣佈有協議，但係又冇辦法咧保證佢會執行，細節就更加欠奉。呢啲嘅交易的藝術啊，永遠咧都喺世界之中嗰種複雜性嗰度咧接受最終嘅審判㗎。所以我哋啊喺度啊靜靜地喺度等，就已經啊見到佢哋咧裏邊嘅真實狀況㗎啦。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